我 show account 度好嚟講下，我都想 about 想 time 特別 sometimes not necessarily 我看的是講我就是 next week 我唔知做咩物件，所以我冇用我 this week 就落。哦對 next week 我有點心對，first topic okay publish 誒我個 live 係冇啊，嚟咩啊？喺度現條聽講，OK 等我 start 啊，你都等到你到咗呢個邊做咩 shopping 啊？Oh, si shopping wa baru tadi Derby on my way back. แล้ว我uncle 講我看到 McDonald's 你使 stop 我講啦，你去看那是我想講無一人 but it's lunch time now， 但是聽一人見啦，講嚟我講你問啦，愛去裏邊食。哦，你係去打包下？我自己打包我英國有 drive through 喎，英國有 drive through 喎。but actually got the motorway, you see. So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cDonald's, what I go 對起啊，go 接起 drive through 啊，買啊，你接邊麼每何，你 hop in， 你去邊啊 ，hop back into the car 啦。我啲搭位車輛嘛。Okay, alright. 有一實啦嚇，呢個未記開喂 sound effects。一家只是放炮啊，頭就特別放炮。但我特別吹啲 sound effects。冇人在錄安尼啊。係啊，都有人 RSVP，Kalau nung solo tu post lu website dia. Fire。我行啦，我看，因為人濟我就冇去幫。Okay, we're going to count down to the lucky 8 number to start the 5 rounds. 是幫炮是刀唄。幫炮。Okay。你都看到啦，特別你 hang out 嘅，你看到。我同你 stop 掉嘛，我係看到 ，because 我有嘛。你除掉 from 我 hang out 嘅 page 你看到我係放 recording 嘅 link。都好，我 stop 車咧 pop 出嚟，我咪是。哦。我呢件嘢。OK， 等陣啊。有氣氛，哎呀！放炮！即係放炮嘅聲，成個static 嘅聲咧。哎呀，恭喜發財！今日是唔知前幾特別嘉賓歡迎嚟新加坡人拜年就是看下就是老張阿龍歡迎，大家好。誒，你冇對面啊？冇啦，我冇對面嘅。你到韓國幾時啊？係啊，我是韓國人嚟嘛。你韓國仔啊，你韓國人。Win wanna be。你韓國仔而家你只係韓國物件啊，放晒出嚟。韓國人放嘅配本特別胖都咗。換之後，阿龍把你換之後。做咩水講鹹面呀？好似鹹面喎，馬鹹面。你講咧鹹面嘅時候，佢聽起來變咗韓國人嘅喎。我佢聽你，我諗我係韓國人咧喎，哎呦！你韓國人牛哥嘅我。我是老河。韓國阿龍，我係記定節嘅時，諗下是講到講你唔知咩，你邊兩個邊做老咗，你就查某每人係咪唔驚咧？或者你
或一句嘛是講，我後尾個不能曬，你看我跳，喲，我第一個就是講放炮，佢應該嚟講。咁樣我知一個位，我俾每個阿龍啊，頂住要叫好講佢哋講佢哋新疆話啊。對。哈，迄你是住，我俾每女特別伊按照那做讀音嘛，有你一讀嘅時候，就係講萬事如意啊。萬事如意。哈，我個平常時講如意啊，我聽講嘅時候，我說真冇咩想啊，我吉他。有啲人 J 有啲人讀 L 嘅嘛。萬事如意。萬事如意。然後有人讀 L，有人讀 J。特別 J 表記，我是講伊嘅變調，伊講如意啊，唔是。我啦，伊讀唔對。哦。你話這個就是810嘛嗬？即怎麼啊？我唔是810我唔是810。哆來咪。哆來咪。叮當叮，開車來啊！歡迎開車，叫伊發仔，萬事如意。萬事如意了。我被 show off 啫，我被什麼？講嚟看咧，這個是因為嗰個事情佬嚟韓國。係咯，伊嚟度嘛，係咯，南西按照講，南西去路線，冇伊買物件好啊，係咯，我咪三件嘢好啊。哎呦厝邊個幾隻啊？我才隻啊。厝邊人來啊，人叮當叮，人慢慢來啊，就講啊。等陣，我介紹夾面了成，然後肯定我被有談喎，陣。快死！即係 start 咧。實咧，你確實被確實被。叫我白雲灘仲一隻。我白雲灘係你好似咯，我做面嗰時。好了，你等陣介紹嘅邊先。等乜乜阿龍咯，แล้ว等乜亂聽到啲聲，到啲車俾麥當勞食加工啦，แล้วก็叮當叮哆來咪啊，可能。แล้ว係，恭祝大家身體健康。แล้วก็阿龍唔是到摩登，是開車啦，開車佢估冇來啊咪。啦冇等冇來啊，佢估啊。冇啦，伊佢走誒，伊當天啲邊嘛？我哋冇等個咁大。哇！冇等出名咯，你到底都係看到伊叮當叮。咁大啲啤波，叮當叮嚟。佢講伊多聲，冇等。唔得，係482。真係出名嘛，容易。伊真出名，伊跳舞嘛。冇，伊出名佢唔是，到咱邊啲學健出名，伊唔是。喺到邊啲學健出名嘢嗬？你是怎麼背啊？冇啦，歡喜啦。你是我哋怎麼變攞人嘅名嚇？就我背嚟啊，及華能播一仔把聲。仔把。叫喜歡仔各位，等我俾辦個等陣個有大粒頭個，可能叫喜歡仔。我俾個人講嘅就是我俾 try to get 你 link 你就阿龍啊，有時我俾辦看，因為我感覺到人講嚟講去，本是講叫喜歡仔嘛。冇啦，佢我估講咩啊？紅包嘢嚟哦。冇唔是紅包，唔係咩正選？叫話仔，有冇講嘢啊？萬事如意我有講，萬事如意我冇講嘅，我冇講萬事如意嘅。我有講萬事如意我講成理興良。成理做大喎。興良。成理興良係啊？興良對。阿龍，我就是會未รู้嘅，就是講係變調時，我其實講我唔知，我聽我其實調係特別我冇 sure 咯，我記得我講過，安怎其實變調，安怎其實冇變調，特別我變調。假設你看啦，第演技嘅一個 formula 咧，你就會見knowledge咯。咁咧，你聽做knowledge 嚟看，較正係 knowledge 咯。所以成理係了，興良。興良。咱邊人講話是 knowledge 聽開嚟講嘅。哦。所以咱就冇講恭喜發財，咱是講恭喜發財嘅。
嚇，特別我邊啲是關係聽我哋聽我哋台灣人嘅話咧，有冇就係講強氣發財嘅，人嘅氣變咗氣嘅，一般變嘛。แล้ว邊啲就是聽開我哋字嚟講嘅。我在邊啲嘅就是有咧人講嘅福建話係，本是有人講嘅是什麼？人講注意嘅人咯。注意是對嘅，注意注意嘅喎。注意個對嘅，注意是唔對嘅，注意是被曉講嘅人講嘅。誒特別就係這邊啲人講開，成個人講，但我上學會講我自己話成咗講注意是成個關係嘅嚇。關係唔是，關係個冇事啊，關係是全世界一個人講嘅。即係特別嘅人啊！我有之後咪叫俾個大粒頭講嘅，大粒頭有之後伊講嘅物件是全世界嘅一直人講嘅。對，我知，你講嘅話嘛特別梅話，伊講大粒頭講佢哋我有特時啊咩啊，有大人大你啦，伊家係你自己裏邊嘅。但係即係英國有冇講嘅唔是咩？冇英國就冇講嘅，英國就冇，因為我真係sensitive嘅物件嘅，特別唔是講。我唔是為你講就是講對，就是講錯，因為人講冇事，我咪是要講物件。一人講話，有啲人嘅界定，因為有關事是肯講嘅，呢啲就所以人會明白就對啊嘛。嚇對，人講話是明白，特別咧就成個話，特別我記講頂頭上咪是講關係嘛，講我前日這年啊，阿倫都冇教我講。你是我每我你是你出嚟人冇講關係。對，我每位媽，我爸嘅咧人講係個嘅咧人講關係，我知㗎啦。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一種嘅 variant 還是我冇拄過呢咯。有可能是。係關係，係咪唔係關係？關係，冇關係啊！我講關係，然後是我就年我即係同大漢講關係，然後有可能唔知是唔是有別嚟成個喂還是講嘅嘛？你就係喂講嘛，咁咧唔是學緊人嘅嘛？然後有可能人講嘅是人自己影響到人自己影響到，特別。當今咧，我會講嘅就是有你邊啲福建人成個，唔是邊啲福建，有你邊啲嘅人，但係人講佢哋注意佢哋嚇，佢哋音就是我常聽到嘅，唔是跟佢注意嘅，就一隻字行講啥，我是想到是係成個 OK， 你看愛咪？我每人食物件啦，有時人食嘅物件啊，邊人大人本食過啫。我知。咧唔是，迄個食嘅物件咧，嗬是一種嘅水嚟嘅，將好食嘅甜甜嘅。伊有三種嘅講，藥花唔是，有三種嘅講法嘅就，SKT 絲瓜湯。嗱，如果是絲瓜湯啊嘛，我講絲瓜湯，唔是絲瓜湯。我講絲瓜湯，講絲瓜湯嘅，對。故事咧叫做素瓜湯。哦，第三種嘅講法嘅。素瓜湯，呢係比較奇怪嘅啫。伊邊咧特咧講福建話人本食嘅物件，特別啊，伊名冇上名，伊名唔捌聽過，伊讀伊咩咗？哦，素瓜湯、絲瓜湯，我是講絲瓜湯嘅。哦，我講絲瓜湯喎。但係有人是講素瓜湯嘅，即是我前期聽過嘅。哦，我咪聽，但係我個另外就俾梅魯個，人講靈景嚇。靈景，有人講靈景嘅嘛？我朋友嘅爸講靈景咯，我講靈景嚇，我嘅 Mandarin 嚟叫做龍人，我。咪係咧，而家是靈景嘅調嚟。係啦，咱邊講啊邊變嘅 logo，已經是變嘅，但係唔是嚟邊邊咯，已經是中國嗰邊嘅。嗯。Actually，唔係嘅龍蛋嚟咩？冇啦，係你是講好下嚟。I think 應該是 because 邊靚啊，有福建人、范平人，甲唔是范平人。對。แล้ว就是安尼款，伊會影響到你看你是。搭一派嘅福建人。哇！你俾掉啊！我你麥當勞成我聽到你聲，所以你明白？我冇做半行，我硬。你講亂你硬，亂硬。誒，我借咗個你講話，一隻咧，我計講我個用我冇計講，我用咖喱計講。幾？用咖喱計講。當今這個時間即是幾行，等我再看，喂，嗱就好，等我先我10倍，跟住10倍。
嚇就俾啦嘛，唔會啦，冇你個貴正呢。拜30個，驚啲10倍。唔對啦，人講棒嘅啦，落因為這個比因為個怕人看頭。係啦，人學你對面咧借刀啊，唔是啦，唔是10倍。爺爺講10倍，怕人看頭樣。即係叫雞搞咯。今日是冇啦，人哋最好就咪數啫，人哋定啲10個是落大雨。10個落大雨，我係嘛條車驚嗰唔水嘛。OK，今日是車四19號啊，車四未使去拜正嗬，車四會使拜正，車四唔是未使拜，車三未使拜正啊，其實未使去拜正啊，有一支未使去拜正嘛，唔是誒，我唔知啊，我跳人冇啦。話冇對啊！等陣我俾吹係你萬數注意嘅但係人講腳話嘛，我不聽有你邊咧見人講，計劃是表記你冇想講，人講你係調冇想一變呢調一調然後一樣叫做腳話。哦，我知我是有啲人想掛鋪，人想掛落江沙啦，有人是哇噪音淡薄，是講腳花，因為念腳花就係叫唔是腳花，我是叫腳花。佢有一種嘅物件是，喺你冇上字啊，零嗲加兩嗲。哦，零嗲我叫零嗲咯。兩嗲是面對奶哦。冇上冇，伊冇上字，伊是上字物件嚟嘅，一個是零，一個是兩。冇關係，唔是咩？你都咪叫零講，但係你別講係咪面對冇面對，應該想一個物件嚟關係上嘅，你就。即係零就是生嘅零，零。確定你咪講咯，確定你咪講咯，就係零嘅零，唔是確定一個結句。就係零就做哈。OK，等我看一條我就得咯嚇。但啲是自叫啊嚇，你講拜年對啦講起發財，我個另外一面講唔對係咩啊？我是學 Mandarin 影響到啦，我講團，你知道團？對，其實是團咯 ，TH，特別加住兩個 TH。哦，唔是，我只人講團嚇。有隻真一。你係是 Mandarin 嚟影響嚟，我感覺到。我可能到。我人講，我正聽人講，我講時候去傳教係有時人講傳教嘅嘛。對，就係人講傳教。我每時定點時講傳教，特別我上期有隻物件我係嘛講嘅啦。然後我想哦，對，喺你講咧就是團嘅意思。伊係講去派團單。去派團單。其實我你話講派團單都好了。我特擺派團單係較長。哇！同意咁樣講傳統嘛，其實就傳統。哦，伊是當人字係咩字嚟嚇？傳咯，伊是迄個傳。咱一代傳落來。有一代傳落來，特別同意大人講，一代傳落來嘛。哦，傳成個華語呢？對咯，伊用走頭前嘅音變嘅。OK， 我除掉你究竟發財，確定咱個講到啲幫跑是要準備教人講人則神正，伊無相嘅神正字到底喺邊這個是一個幫嘢為這是到底到底幫嘢嚇？哦，這是咱個社會啦。OK，so 所以若是講伊聲唔對嘅，咱會使改者哦。咱講我個吉他確我嘅 instinct 睇對唔對啦嚇？我就講要對我看伊 URL。有 URL 個部講就係應對，我放隻 website 咯，我放 share screen 俾人看 ，share screen 了，我看人看會到嘅人嚇，對我就係讀哦，人看到，我 present to all thing，OK， 人看到這新正祝學語，新正祝學語。แล้ว頭先就是年有其實年有邊咧無限講邊咧應該是講年有二個對。有二啊，
變樣是關係講人生二啦，無講人生有嘅嘛，人生二嘅嘛。你要二我聽過啦，你要五我唔捌聽過。其實依家五是冇問題，就是講23種冇相關學嘅話嚟嘅。特別變樣嘅 majority 啦，我聽到就是要二嘅。你要二跟你要五，我唔捌講過啫。唔對，本就一本應該是你要，伊是連要二個對。哦，連要二個對，唔是你要二是連要二。要二，我學連妹。我學連妹我學連妹。哦，我學我唔係聽，我學連妹，等我睇bằng戲。我學連妹咩？我學連妹。對，我學連妹。你要五。要二，你要五嚟啫。空調河順烏順，空調烏順。紅表烏順，呢個咒語咩？烏順係你講，烏順對。特別唔是即係人對讀伊個讀法律啫哦。嚇！我聽到即唔是講一個人了，我聽到有一個 pocket of 邊咧福建嘅人嚇，伊人是讀寫什麼講菊花嚇，就是你可能攞樣就是你烏順嘅，可能伊講嘅可能了。是講我 try 你 try 你去你看看你會去掠到，係咪種嘅人安怎樣會影響到樣嘅讀音？冇，邊咧有哪種嘅人？邊咧有哪種嘅？啊，都你邊咧你看啦，所以邊咧嘅嗬，我同你講 ，OK， 你中國伊是你其實想啦，中國有哪條金崩啦 ，OK？中國有哪條金崩嘅人白白嚟個邊咧度，投資派人成嚟舊嘅，酷公司嘅人嘛。因迄大人咧，伊金崩 A 嘅人咧，嗬，成嚟個邊咧嘅。係咧，伊嚟舊咧，伊嘛做工咯，伊嘛去開發幾類邊咧啊嘛。然後就會嚟金崩 B 嘅人本對咗嚟咗。係啦，金崩 B 嘅人嚟啦，金崩 B 嚟就咁做下就成理咗。所以變到你成理做大嘅話，你嗬，你是頭家嘢咯。你變頭家嘅話，你嗬，即係社會。誒，只自然會對了，愈迄個方式，愈迄一套去行咧就，所以你會看到咧邊咧有一個只奇怪現象啦，就是金崩 A 甲金崩 B 人啲長山點聲咧嗬，有一項物件咧，即係有一項物件，伊講嘅嗬是，甲叫金崩 A 講嘅是type A， 金崩 B 講是type B， 但係樣來到過後咧，type A 甲type B 所亂做伙去咗。就講有人講食飯嘛，咱講食飯嘛，金崩 A 人是講食飯嘅啫，金崩 B 人講食飯。哦，啊了你可金崩 A 人你可是講關燈，金崩 B 人是講更燈。你知更燈係咩啊？我看得人做，唔是更燈，更燈，冇人聽有咩更燈？Cantonese 人更燈人，哦更燈人啊，對 Cantonese。誒，金崩 A 人應該是講。關燈人甲關燈話嘅。哦，誒，我講唔對啊，我講更燈啊喎。對，唔是你唔對，是咱邊樣嘅社會是哪種本參與了，所以變咗伊個 pattern 是亂嘅啦。特別我講更燈，哦，更燈，咱是哪種嘅基證本參與嚟啊？嗬。所以是更燈，特別是講咱講更燈人嘅時，咱就換咗更燈啊。但是講喺中國啦，金崩 A 金崩 B 嘛，講一半嘅人是講關燈人甲關燈話嘅啫。我明白。講日本人咧是講更燈人甲更燈話。哦，而且沒說參。我將參與了啲邊。不對，特別我是講 within 更燈這個字啦，這個拍法啦，咱是叫更燈，係是咱講更燈，特別更燈更燈人係是咱講更燈，特別就是講更燈。亂咗變咧更燈人啊！你講更燈，係你燈變咗謝音咯，變咗更燈變咗更燈人。OK， 更燈人嘅更燈變咗更燈人去。很好啦，即係都變咗變咧，人就變咗是講食飯加更燈人嚟咗。咱兩種就是講type A，咱而家就50%，type B 咱本嘅50%，變咗變嘅話100%嘢。A 咧 A B。咱是邊咧？人變咗type C 咯。
咁 Type C 就是 Type A 一半，跟 Type B 一半，變出嚟就 Type C 咯。A plus C equals D equals to half of A plus half of B。two A plus two B。我唔知喎，你快 fair 啦，快 fair 啦。冇啦，咱講是講㗎，你簡單啦 ，simple 講就嚟 formula 58個啦，只是唔知道。係啦。Type A 40.7%，係咯，Type B 嘅估是30.6%，估出呢估 Type C、Type D 嘅 Type 全部相關啲嘢。係啦，แล้วgo就咧關係咧。迄個是狂1%咧。問講啊，我有影響就大，有可能對別人使起講關係啊事啊。OK， 嚟我每人看到個嘛，我會叫別人讀嘅是OK， 頭先就是講啊，身體健康，特別有陣時人講身體健康嘅。我不跳佢們身體健康，我就係彈咗下這裡 recording， 試我對唔對？他講係 recording 係身體健康。你一個國泰平安。國泰平安。我不跳佢國泰平安啊。冇啦，冇平安嘅啦。平安國泰平安。這裡招財進寶呢講。招財進寶。招財進寶。進寶係對，伊講進寶啊。平安嘅人嚟。特別我不聽佢的，我不聽人。但是伊是平安嘅人嘅話咧，伊就是無味會曉了。特別有人會出來講緊你看話，因為我不聽我身邊有這一人講嘅福建話是唔講嘅聲，即係變咗我再講一樣是無聲，所以我冇去想伊啦。before 我 study 呢這時候，我只係再講伊教我太無聲嘅，有時50歲以上嘅話咧，就佢咯。就俾我聽醫生，伊唔是50歲以上嘛？呢個50歲以下嘛？特別我細漢嘅大漢嘅時候，我細漢嘅時候我都冇聽人咁講嘅。老人咯，老人，會生得大人。大漢句話嘅人特別唔是老人，即係成日講是成個差唔多大話嘅8歲個10歲，特別我細漢嘅時候我都聽到人彈嘅，可能。然後OK， 即係你波高升就波高升，得做會車潮咋？會車咪是都潮波高升？冇，我只大家你可能聽得梗係舊嘅。你係咩事哦？你係咩事哦？你都唔聽過數，我只講。冇關係。人看你講咩事？人是講叫我知啊。大吉大利，有嗎？大吉大利是大吉大利。伊變調嘅。咱有變調其實。冇，你擺正看有人冇嘅。大吉，哇！但是學我講嚟講，我們先講大吉大利。然後善加注意。你話伊講善加注意啊，不記得。善加注意。注意啊，咁唔是注意，注意骨架錯。注意骨錯，因為迄個字啦，你看伊個 spelling 對 U 對面有一個 V 做變嘅嘛。對。伊其實冇可能會變迄個音嘅，伊是冇關係講嘅人嚟。注意，善加注意。OK， 伊嘅話咧，就是伊受到講唔到影響，唔是伊嘅錯啦。我唔是講這啲嘢係錯嘅，冇錯本嘅呢邊嘅。是講冇想㗎，冇唔是對啦。你一個財管官財管官冇講嗰個財管官，你一個差唔多快睇上財管官喎，財管官。OK 啦，就咁財管官，勝利興昂，哦，勝利興昂，你話比較睇興昂，那是興一個幾字嚟字嚟講，係咩？興，哦，即係我冇變得掉，我冇被變掉。阿莊食興之類，哦，阿莊食興食咪菇，當劍嘅頭毛咧，頭毛誒間咧就興。
唔懂就興咧。啊，即興興是啥是暑假嘅事啊？興昂，然後注意吉祥，注意吉祥嚇，注意吉祥。那這個人要聽，要他吉祥，是唔是啊？吉祥就對聽，他嗰林吉祥。林吉祥，是啊。那萬事如意，你看，一定是講萬事如意。萬事如意啊，對，所以我睇，誒，小我不要睇了，因為我唔知幾時變掉，幾時冇變，大吉大利，大吉大利有啊，大吉大利，開始大吉，對，開始大吉。OK，嗱，兩隻邊裏面咯，住啦咪讀了講先正話，啊，讀了講佢哋先正即學話，這是咁咩即學話？先正即學話，意思講即學古啦，即學話嚇，會使有即學話。我是 OK，看啷就捌聽過這邊裏面但我咱讀到嘅物件，啷聽講，火車、歡喜、哆來咪，我捌聽過萬事如意，大家大禮有啦，加如意嘅什麼聽過？財源滾滾，我捌聽過。喂。真正嘅規定無聽人講嘅就，嗰陣時人講華語嘅是，就是咯，就是咱未驚咯。因為你少年嘛，真係冇聽過，我這些人都冇聽到。就是你少年咯，你少年嘛，那是你少年時陣時嘛是。我其實我係是，你看啦，我當我是幾歲啊？44歲，所以你看我還是我捌聽過啦。我係真係聽，我是點樣聽？我係講嘅啫，講個我係講較傳統嘅，冇講。你我講到比較講 Mandarin 嘛，我係講是潮州人啊嘛。萬事如意嗰有特別依身體健康啊，身體健康。新年快樂，正正。新年快樂，我。講嘅咯嚇，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快樂，天天樂，新年超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那個我聽這個 greeting 是江湖話來啊，步步高升嘅可能，成日冇咩人講嘅咯，即係江湖人夠講。冇啦，冇半下面話嘅，一直接落來有一個四個字嘅物件咧，是江湖人講話真係事件啦，實際上我是江湖話嚟嘅。你係講江湖嘅字數。我當然看江湖人做戲嘛，咱規日看 TVB 嘅咩新正嘅節目嘅嘛。有可能本就是喺看細人聽起啊。都特別想我江湖話，唔是江湖話嘅。咱是關事聽，就是講咧，若是講當今你個你開始個你家己講嚇新年快樂啊，是播咩嚇？播個聲。播個聲嚟講古係不到你家己咪是講這是人別人講嘅咯。特別咧冇叮當讀冊時，你咧有佢哋 stigma 嘛，講福建話是 low class 嘛，然後會講江湖話，哇個 high class 係香港嘅人，係咱看嘅戲數啊，有時啊，變做冇人講福建話戲，對唔對？成個對喎。OK， so 當然嚟，那我會講放炮嘅事啊，所以就學啷淡薄，就講 suggestion 就講啊。學啷淡薄 idea， 尋考，建議，意見，建議是哦，唔知。阿龍，係咪啊？我咪講學啷即係所以當今學啷淡薄 idea，可能啷會去用無上嘅即學話idea 就講咧，你咪講。咩啊？咪講學啷淡薄 idea， 學啷就話阿雞啦。學啷淡薄線阿雞。可能是哪街？可能是哪街啊？去介個教落家己講，不當兩個事件嘅別講，這是香港人講嘅。播歌聲，我是相對上啲古仔就正面嘅唱歌歌聲。個身體健康 ，OK。然後我哋要講嘅時候，頂節咪是住啷車閘嘅時是到啲即係家公司嘅。
就是講會因為是做福建嘅嘛，右邊，所以右邊叫讓當然那是講你用福建話講，即係作學話咧是作學股啊是夾河右邊。我肯定會去落，肯定 Apple 時我去專門數啊，其實我未使落上股就係咁數，你 Apple 時候我會去新疆啦，往邊 Kansas City 嘅等人嘅時候啊，有做老早新疆，所以我都會去嗰邊。唔知要穿咩衫，我要穿紅衫，特別我個部穿下 formal 嘅衫，我個部話。所以我去嗰邊時就就等啦，哎呦，係你穿邊啲福建嘅衫嗬？是條。紅機紅無害人，紅無害人，佢叫我掛龜，佢食咗人講苦呢，有嘢即係照到一邊啊，所以我咪成日報備人個叫買佢就貴，人佢俾邊嚟學嘅衫。對，就是我有啲幾耐 order 啊，特啲美國嘅聽講啊，就是人係俾美國誒，即係。邊啲學嘅 T-shirt 嚇是 look up message 我個講句嚟了 shipping and everything 有幾愛啲曬人個話定攞那是無講上最人嘅講我個世界裏 order 個佢使啦10條個嚟 OK 啦，所以人講買幾條啊，下面 design 下面幾料講咧是話個叫人家嚟好，OK 當今咪講幫炮事我會記細漢嘅就三百隻你夾達布魯炮，仲有乜幫佢夾達布魯炮？夾達布魯，你擺啊？車食嘢啊！你講下獨立頭，你講下現在嘅興。你睇睇切粒愛咯。你是唔是要節？你可以成 accordion four 嘅節嘅喎。哦，你一條啊嘛。一條。所以一直砰在度跳在，砰在個跳在，你個覺得不如跑。當今嘅我唔知當今興棒嘅跑成做乜啦？最難有幫跑定當時係暑假幫跑，就是暑假幫跑。哇！暑假幫跑。你哪個個？我係告訴就是盡量simple嘅。你講。我 every time 古早細漢嘅時啦，when 人嚟幫跑嘅時啦。我暑假去買跑幫跑嘅。So,我suka bear every time去 all these shops pulau tikus kami去bear，然後買個錢錢，然後我發咗賭人了。所以我發咗講，唔買了，送鐳呢，然後我會兩鐳啊講。So finally 我哋查，我發咗講 ，OK， 免去即個車條碼係咪去買？我發咗錯，我去寫杯。寫杯啊，俾你。warehouse 是我去買 enough to 幫幾年 until 未。stock up。人先正了了時候，人幫跑了，我 still 幫跑。你July 7月，我 still 幫跑。你 July 4 Independence Day 你幫跑啊 ？July 4。我買 because 我去 warehouse 會買 in bulk 喎。阿龍，我清明白贈幫跑啊！清明唔是有人幫跑咩？去幫佢？白贈幫，特別呢個唔是種咩紅色嘅。阿龍啊，我都只能幫硬炮啊！你會講好少係咪？好少是批發，還是批發？批發。咩是批發？唔會發，當然變靚都近啲跑。當然未使辦嘅好是。未使辦嘅嘛，好似都係 illegally 買哦。哦，特別，做乜我聽到人幫跑嘅，先知係是？接落嚟未使辦嘅，唔是咩？先人知會使辦嘅，你喺度辦啊？啦，偷辦啊？偷辦就是 illegal 嘛。I think 伊人 start to ban after 94, 95哇。特別少人幫。大本是並唔係要靠點佢嚇，有隻女啊。我會記early 90s 嘅時候，我 still 幾年，我 still 直直幫。early 90s， 我是冇，老實講，我冇面是個幫跑嘅，因為我驚伊炸到我手。我真係怪難啊！sometimes 嘅時我
夾炮見落去鳥出坑。有，你冇一隻鳥出嚟，一盤出來啊！呢炸死鬼幾出嘅有。你我咪講是離鋼炮咯，離鋼炮咯，bằng離鋼炮。我幫他炮。離鋼炮是真大聲嘛？真大聲，真響。炮是人揮鐵講嘅啲炮棒你唔知。哦，一嘣就真大聲。你把冇你棒，當然你頭去俾棒嗰個嘅。我都唔知道ทำ俾炮แล้วตอนที่หมูกันนะ俾ปกเผาเนี่ยเอาตัวยังวันสเปซเดี๋ยวปกเผา你白白知啊？ทำ俾個就講咩？เพราะทองไอ้เผาบ่ทำ俾咯อันนี้ปกอูล่ะถ้าปสมาเอาไป regular อูล่ะโอเค80萬都俾你講炮。加棒你講炮啦，就會一蚊。你講炮，依家大粒嘅嗬，一直粒呢我知。你講炮都是大粒上加你炸嘢呢？哎，我真係有，真係大粒嘅。真唔使有。如果我見我是第特別好。And then if 你係 test 啊，你當見你未 test 你illegal 了，所以就見我係講，你夾一個離光炮。if 少隻啲呢，特別 if 你揀了，你拔掉這個即係 papaya tree 或者係長嘅。係咩長 ？papaya tree 啊。木瓜長嚇。你拔咗啲，你係離光炮咗啲嘢，長嗰邊。一支長嗰邊。你點嘅離光炮，離光炮炸時，你攰你木瓜長嘅知嘅咋？你北到啲，你是講北到啲窗嚟呀？你北到啲一窗一攰你，壓落嚟啦，攰你知嘅。哦，你講你講嘅成個人嚟炸呢呢大機，一支炸呢呢大機，安尼背，伊落管落等，但炸呢呢等哦。怪大粒喎，怪大粒啊！所以炸呢，特別咱紅炮咪是個細粒呢，咱放紅炮。所以大粒嘅是炸呢講咧背㗎，還是成個咧炸 indexing 嘅？大粒有細粒嘅。紅炮有啲大啲細，成個特行八條嘛是有啲大啲細啊，咁咪變。到時等我哋啦，人佢都會當掉，佢都頭殼當掉，頭殼有人俾。伊個所大炮伊較大機了是伊是唔是紅色本嚟？紅炮咧有細粒嘅上加我唔是紅炮，所以我講大離光炮。炮伊上加快大粒啦，上加 sausage 呢？我啲大粒啊，安尼大講啊，安尼啊。Franks 啊，伊 Frank 安尼大條，是當然講大條細條。I think 有 smaller 嘅 size。了 ，OK 先。安尼咧 chapstick 嘅 size，較大嘅 chapstick 嘅 size 啊。咱 lip balm 嘅 size。chapstick 嘅 size，if 我冇錯啦，但係我冇錯。有 chapstick size，有較大嘅 chapstick 嘅。較大嘅 chapstick size 冇 ，OK。成個安尼看，成個即係話 screwdriver handle 安尼大，有。安尼大條，安尼大機，開車輪是安尼大機，你紅炮，你離光炮，所以我啊，較大個啊 ？No， 嗰一個 variation 都是伊做上加一個 granite 嘅。哦 ，yeah。So 伊個 fuse 較長，你點了嘅時，伊出來真。但係如果離光炮平常時伊 fuse 係低呢？平常時都是哦，แล้วลองปัง炮立下你即係講ปัง離光炮嚟講，你按照點是幾香，點還是講會切？香啊！我 usually 可以 fuse 接伊開。你係手成轉咯，我特別幾香時，我手直直轉咧，直直吹唔掉伊線咪點？應該都驚數。我驚下啦，就是我驚炸到我個機。所以我手吼，伊香個長啊，長咧伊嘛是會轉咯，伊一支香伊叮當嘛，所以我其實袂起交邊時，我個手個轉在伊直直咧被當掉。講緊離光炮啊，前一隻咧就是即係我知啦，because 古早我睇
拍出来点聲有真啊濟即個 case 啊，就是伊人派囡仔咧，伊人舉離光炮去學，了下掉伊個在經嘅位。哦。了伊人舉，I think 伊人舉響啊，一味響了插落去，伊心了好伊慢慢，所以 anytime it blow so the unfortunate victim 去在經嘅時掉咯。哦，特別安怎伊慢慢點，你是講伊是打炮離光炮去哦。了伊舉一個響，所以伊響上加一個 timer 呢咯。哦，我明白啊！伊慢慢燒甲碗，伊下邊嘅是伊度 start 啊，明白。你燒你看啊，你講泡先放到凍裏啦，你伊慢慢燒燒個底啊，是就凍的，伊下邊我明白。哎呀，樣放啲你到底看嘅啊？哦，但係避免伊水嘅頂。哦，放到啲頂裏冇人看到啦。所以，哇，臭魚人哦咧！你是使冇盤起來？你是部你臭魚人嘅啫。係伊人做即個工作時，伊人掉掠嘅時，就是 usually public gaming。public 拍掉縮斷啦。誒，我俾個人講啊，即係住嚟啊就右邊嚟，你講咩 ？Hello， 大家好，小姑嘅。Hello， 大力家這邊。哦，大力家好啲啊，歡迎，前個冇聽到你聲了。光淡啊，過了對嚟，你把你大咖啡大路邊。哦，大路邊啊，你停掉 ，OK。都兩淡媽我教人講嘅你做學話嘛，有來細去學啊講幾句嘅時候，你一個叫別人學嘅人自己用別人學嘅話叫要緊嘅就是。你要緊唔是博士班啊，開博士班學囡仔啊，上面，你要緊就是咱會曉講嘅人係開始開嘴講學嘅話，冇感覺就講學嘅話，哎呀是別人老人講我別曉講嘅裏面，所以我哋開始嚟講一度，係冇咁劍，先正時吹開就唔會劍完地個撈出嚟。你會架右邊你會講咩？你會叫？我人講我人講真正話啦，作學話，加我要做一個 sample 了嘛，แล้วลองว่า係ตัว係 group 嘅位啊嘛。特別攏現場嘅人呢，現場人計聽到的啦。如果那是 podcast 即個放出來是已經是2月4號嘅啦。2月4號幾號啊？我是2月18號嘛，係你節目是2月18號。唔是 ，sorry， 2月19號 ，sorry， 唔是2月4號。哇， 2月19號。嚇，所以咱先聽到特別啦，頂所以那是現場聽到人嘅，現場啦，攏特別記好。我可能下晡時，我情緒水時，我去慶祝先，唔是慶祝，我去新正迄個 celebration 時，我甲落，一個記好咯。我甲啲攰咯，了人係啲係去有。阿龍啊，嚇對無要緊嘅時要看無相位人，所以那時你是外國嘅加工啊，英國中啊，嚇攞面講得รู้啊？伊講伊等你硬端嚟樣白白落。嚇好。誒，我覺得講我會介紹就冇啦，我會介紹就冇。咱用當地話一句話啦，講Happy New Year本。哦，我是講了嘅點寫你好，我講咁話就了，我會用韓國話講一句新年快樂。哦，按照講下，我聽喎。我未聽，按照講下，韓國話就講。誒，澎湃你爬咗少？哎呦，澎湃你噗噗澎湃，你噗佢澎湃少？誒，澎湃你爬咗少？哇！寫普機澎湃少，嘿，澎湃你爬咗少？係咪你講？好慢你爬咗少？嘿，好慢你爬咗少？人講就快，寫澎湃你爬咗少？寫澎湃你爬咗少？你係成日唔係寫普機爬咗少？寫澎湃你少？了，我係應該 Happy New Year。你顧住叫，咱人去同學家講上話誒。哦，我講了，交俾一句個用
當地話講，有咩一句？哇！你是有，那你 message 是講，你用 Kansas 嘅話講咯 ，Kansas 係咪 Happy New Year 咯？我你有可能唔是 Happy New Year 咧，而是 Happy New Year， 安尼咧。啊，本地。冇，你是講，那是咪講下啦？無相所在。啊，英國等我講嗰啲 Happy New Year， 安尼。無相咩 ？Happy， 口音無相。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你講係Happy New Happy， 等，我聽過，你人嘅 impression of American accent 是安怎？我聽過，人講 OK， Happy New Year，hope you have a Happy New Year，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啊，你講 in American accent 就講嚟，along。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我就是咧講，甲派斯就冇啦，只講潮呢啦。咁呢個人佢只假啦，冇好去玩。呢個係 Hope you have a fucking happy Chinese New Year。上 Golden Ramsay 種啊。Oh my god！ 嗱，我俾聽別人 impression，開車。美國嘅 accent 係安怎？未有。你有得聽啊？是你阿家一聲是出來安怎咧？誒，點樣叫佢哋阿嬷？阿嬷啊？叫阿嬷講，叫阿嬷協，係咧，而家俾一句用 New Zealand 嘅話講。哦，毛衣啊，毛衣嚇。我講得我會知。嚇，你幾講得起咧？有人嘅迄個巴拉珍咧，巴拉珍雞嗬，不是巴拉珍雞。嚇，belacan belacan itu di French itu Paris bang gitu sama belacan na lah di Denmark MC iya hả係只 can 啊，Australia 啊，Australia 咪是外國嘅嚇，真係嘛？日本佬嘢，阿 John， 日本佬嘢，即個嚇。我叫我翁做你美國聲，一直打搞，一直打搞。OK， 我聽。Okay, say it out. They want to hear in a using the American accent. What's an American? Okay, right.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hat's the same thing. They're all the same. Oh my god! 喂，做咩事咧？你美國嘅是 nasally 嘅，咁樣嘅哦。我成個 Miley Cyrus 啊你。我同你講，Big L。你講話呢位上之前嘅冷門，喂上之前冇出現個。上到咩美國人啊 ？The nanny 都哋叫住住The Sheffield。Oh my god！ 美國咧，少拍拍美國，但係美國，同埋伊講嘅係即係講嘅是伊聲是上加Southern 誒，Texan 嘅可能係 Britney Spears 嘅。哦，對咩？我唔知本 American accent 本唔知真係想咩。有講佢 elegant 嘅是 Boston 人講嘅話嘛 ？No。哦，咩冇 ？No， 你成乜？Boston 是 Boston 是 New England， 好似你所就叫 New England 嘅時候。啊，對 New England。有講佢病嘅人講嘅話，要誇嘅好聽。有。哦，就是英國調來啊，英國調 American accent please mimic 個 happy。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Go in American accent. You have a friend there. I hope you have a.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 I 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Year, it's a year. 英國叫你朋友我會簽你。I mean like 寫朋友啊。寫朋友點解唔會我會簽你？呢是赤糖 ，Hello 赤糖。Hello， 你話你看到你嘛？你看，嗱，你看英國，你看好屌。對，我手啲個別就會拄到伊嘅。拍更添咩？你看，你是夠拍更添咩？
哦，拍緊拍鉗。佢唔見面，拍鉗咁咯。次次教拍超情，次次教拍有。你講功夫話嘅啦，別學講福建話。誒，我看到迄邊有紅 online 啊，後尾有紅 online 個新正嘅你隔了。我看到後尾嗱，我看到有紅。正紅新正啦。個有擺 online 後尾。OK，你冷單啫嘛，我對住咁OK。有，石頭我俾做咩啊？我俾講咩？哦，你講棒炮咧，俾講到啲棒炮。Firecrackers。你喺邊先咧亂食沙是煮嘅？對唔住啊，刷。Firecrackers。你比較人佢就是because 我讀一本嚟，聽到嘅時候。我讀到啲 Form 5嘅時，我讀下，我讀朋友就擺叫我讀美國腔呀，就係我即係先叫你去喺度讀冊嘛。然後我咪是讓特擺叫我讀 American accent 叫讀 American accent，因為我是讀咯，我是說咩話？你講you're not American。冇唔成香港講啦，你講 You're not American 啊 ，Why you read like that English 嘛？Malaysia 笑死啦 ！OK 啦，講到啲棒炮，嗰下面炮個諗實噶，你差多炮滴醋嚟當入頭，滴醋你講乜呢？滴醋。滴醋，是滴醋，你係講有大，嗰是真有大細。有點咩意思？大咧就是起嘅時真係大聲。你好，冇一飆，然後砰，冇啦咧。咧就是大粒嘅，細粒嘅咧就是你點嘅時，對，砰咧。有時我甲我嘅 friend 隔壁誒，伊人有真係一個 variation， 所以伊人用一個鐵嘅吊。喲，我知。用一個鐵嘅吊了，拿來 aim。Oh my god！ 啊，無用成個 rocket launcher 呢？哦 ，try 真係一個 variation。伊特別我當時較濟是係到啲咧成個爆大關嘅呀，笨打嘅關嚇。我有手棒哦。有啦，我唔敢，試我記寶我唔敢。冇啦，我較大漢嘅時候，我用手拍。我驚係咩？我驚一邊一病是叫我手會病，我咪死。哦，你用手棒，你袂使用迄個大粒嘅滴醋咋？你大粒嘅滴醋，你用手棒，你手就燒嘅。一射出來嘅時候，要不一射出來嘅時候，伊 already 有會花。會啊 ，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迄個大粒嘅啊，假使一爆啊，你貴嚟家你冇。有，我袂，我就是驚，我是聽。所以有帶伊個款條嘅。我咪想。用手射咧，就是你用迄個細粒嘅滴醋，迄個細粒嘅滴醋就是你點嘅時，一射時無聲，特別伊 in the end 嘅時伊會爆。棒咧！啊，等你撳你用手射，你係你手嘅時啊，你問撳真硬。啊，你就撳。你撳上加，你手撳上加一個 trigger 呢？你手你家你就是 support 呢，你問撳加一。because 一對 release 嘛，我就是驚，我係劍嘅時候，我講劍嘅時候，我你劍掉啊，小劍小傾個架啦，劍冇眼個劍小眼個病到超。You know, John, you know how you hold a gun? I don't know, but 我知你講咩。So 你會射幾隻你 ring finger 加你 pointing finger 翹起來，了你會 trigger finger 你 pointing finger 嘛 curl 起來咯。所以你捏到啲你那個捏掉啦。啊，伊滴出會查 rest 到啲你會 curl out 嘅 finger 加你 trigger。我咪有未撩到入頭。咁見掉到啲對面 just 我咪 support 呢，到入頭我未撩，你朝面推車啊？冇，阿你好，阿你。
冇啦，大頭頭都似，不過大頭頭咪咪你四支嘅stick 出下，伊個茶下，你是唔是上加香呢？安尼香嘅茶呢山呢？轉咗山了。嚇，然後你另外啲大種你是上加一些滴下嘅，一些較肥嘅滴，一些滴然後呢？伊滴出細支嘅咧，usually 上加。哩哩骨，一哩哩骨，一雙嘅，伊咱白是都是上加10支一包。嚇對。了一幾鴨，你去社會買幾鴨。伊個機上加是紅色，林那色然後紅色。嚇。我一注來就是10塊一鴨。During the 80s 90s 是10塊一鴨，something like that。有大支嘅咧，就是3支一包。哦，對。貴3支一包，了一鴨吧，如a few 2-3包安尼，真係少呢。哦，無下擼100支嘅。我咪聽過幫的厝啊，落到人嘅厝頂嘅是成隻嘅人嘅藤啊，而燒人出去哦。有啊，根本有幫我掉啊！個燈同是成日人厝，所以我人嘅厝啊，特別啊人先正是我媽樣是講，叫我開我藤牙布嘅啦啊，藤牙布個塞起開嘅喺邊啊，然後藤牙計冚起來，然後就是就是成到你藤牙破係，我咪掉過咗就，我嘅別厝嘅囡仔啊，伊幫伊的厝啊嚇，成過來我嘅藤牙啊，然後拍破伊藤牙一玻璃咋。嚇，玻璃破，就means 大機嘅咯。了一部接來掉一鋼的，一 crack 伊個玻璃你知道？你若是講一部，若是講一部，我同一部琴嚟講下，就是都係成接來，咪是接去厝裏面咯。你是接去厝裏面落到你個身高，伊個上面咪是條燒。Come to think of it 啊，成日我嘅小啊幾年房啊，我唔捌接到人嘅厝過。你都打啲 practice 嘅時候，你較準你 aim。把個 expert 嘅。我嘅厝我有一支 launcher 你知用。啊，鐵啊。我一支 launcher plastic 嘅擺，真係舊嘅擺。你都係咯。你 launcher 用係 launcher aim。你 launcher 係咪插到啲刷，還是插到啲磚位？我有人係磚啊。ang chui tong mo sai kang niya. Milo tin. No, Wi-Fi 咧Milo tin. 係拖係刷。Milo tin 隔日起來了，到阿冇去咯。成個喇叭烏車時，喺度烏車啊，北京嘅。所以我插嚟掉落去。你落下落去是一邊夾落落去咩？講還是佢一啲啲嘅啦。我sometimes 我撒伊落去伊個。哦，你係接起來面，所以你點了個棒入去，你係攞起來。所以 trajectory 你會加 accurate 啦。嚇，較啲。哦，係你點咧一個棒去 drop 落去，你係一成起來是通過一擺呢度較啲啦，一成是。個後面跑過咧？我唔知你講過咧會得跑，伊袂背嘅啲讀卡轉嘅。蓮花。蓮花我夾棒啊！我咪我是個一開起來是一個半嚟，一個成白粒個生出來，你看咧。係伊生機啊！你看出來我講嘅唔是蓮花，伊轉嘅啲讀卡成個，伊成個迄個按摩糖啊！你看咧伊。係啦，一6粒一包。要攞嚟頭啊！呢6粒一包，即係大粒頭係制㗎啦。我細漢時伊啦，一個大粒嘅呢細細粒。哦，明白。我知啦。伊成個迄個山楂餅，你看咧。我再講，我係做嘢食嘅。較邊嘅山楂餅係啊？伊成個脖子嘅細款呢，細細粒。細細粒呢？啊。哦，迄個叫做咩？你唔是？迄個唔是蓮花，迄個是個
啊，件事叫登落 Mandarin 是叫做飛碟，唔是。唔知啦，蓮花是係你有加落嘛？你是講嘅，伊是轉嘅是，伊想有花咧開花呢，掃。你直直行路嘅，我當時講啊，看就是走較慢啊，你看咯，會對。我對曬對，哦，蓮花我係伊啲頭較轉嘅，會胖啊，會胖啊。啊，會胖嘅，伊行。spin 啊，spin 就係多嘅咩啦。伊胖嘅，啊對。講一種嘅攞嚟胖泡。你胖啊！伊杯對人嘅錢。哦，迄個唔是，迄個比胖泡是唔是甲咧照鏡像，是照鏡泡。照鏡係女嘅放女出來嘅嗬。哦，冇，迄個是假鏡，迄個是假放女出來。假冇。即好伊迄個就做味。你夾你手點了你掂嘅。啊！我真係比胖啊！是，係你我講喎，係你我講喎。而家是真正 high frequency 嘅。哦，係你比胖，伊細粒，成個紅泡嘅形，特別細粒咧，伊有 fuse， 伊咧閃出來咧。你有冇上曬款你真係？哦，我一較散嘅我加辦。叫你超嚟嘅嘛？細粒嘅。我較勁嘅都是大粒嘅。你嘢背啊？伊大粒咩背咩？大粒你背真係大聲。哦，我是，你是特別點，你上早點，伊是做頭卡，所以你特別較晚嘅時，你個點咧，伊個背對唔對？你是較伊差唔多閃要燒搞咧，時你個點。我係你我嗰時我走我到手夾條香，正手夾條泡，我安尼看點，行了就胖哈，比胖。啊 ，because 伊袂胖嘅時候，伊個嗚嗰樣，所以袂食得咱手，所以咱無驚嘛，我嘛是無驚咧。你等下大聲，我驚驚誒。係，伊是袂胖啊。頭先人講係你滴醋啊，蘑菇。咦，bomb啊！你係你款嘅。啊，蘑菇來啊。放掉係你滴醋嗬，爆水嘅味道嘅係你。哦，冇別變嚇，你都個驚，冇唔知爆炸，你個驚去看。喲，歡喜你驚，你驚就是特別你冇袋，你係你表你冇袋啊，是你。笨蛋嘅慣啊！笨蛋嘅慣嚇，你係嗰時候，就一保呀。你有時我個唔驚氣，其實我個驚係病者玻璃退去嘅啦，盤到你。但係隻股咧好落去㗎，哎呦，一存隻頂呀，我唔知點咪點嚟走袂好。你知我大班都做，我個驚水成。煙花，你細細條嘅。我嚇你水本，我行裝咧就是你是地面你把是抓嘅，你一個是你是鐵嘅。我冇依個鐵嘢緊啊，依個抓嘅。安怎啊？講話？煙花啦。只 sparkler 你講你，誒，即係 birthday sparkler。哦，你我知啦，煙花啊，我明白我知，係你冷牛，係是鵝牛。鵝牛是鐵嘅，鵝牛是鐵嘅啊。你一個是你硬食金你講你爆掉抓嘅手嘅。你隻水嚇？啊，隻爽過伊。係你特別係你食出來嘅水。是唔是？臭味嗰度。對，我是講伊味咯，你硬食嘅嘅咩？你在相信只係味，我就送個味。伊都冇成個，伊成個超爆，你看你唔是 manufacturing 啊？係成個冇 professional，我看你嚇。啊！多嘅只攞起嘅。你伊線是成一條抓你看你，伊頭。依個是我依你話佢咩？你是講long but 伊貴伊成個。出家姐，那幫山可能就抓出來。我聽過，像曬你看你像曬泡。家姐，你我非常 baby，嗰時講嘅呢數。我抓泡，係拜登，那個叫抓泡。抓，你先放晒出來。一條我上架 Panadol 呢。一堆人哦，堆人哦。未泡未對人嘅。哦，我明白了，你笑嘅是嘛？唔係 expand 咧。我頭晚 share 個 group 裏邊咧，要 YouTube 嘅 link 嚟做泡嘅。哦，得嘞。After 有個了，伊泡了去哦，你頭殼一點。啊，對，我明白。我知啊，寫未起嘅。你我暑假係你卜啊你。啊，卜是。不知啊！啲人嘅博吉那邊可能借落去，死人事。我唔知笑到卡出，誒特別。未笑啦，吉係住佢人嘅博吉那邊，我嗰一種，同埋人講無了個，人講你幫煙花啊，人講咩煙花啊，煙花啊。我唔知啊，人講。煙花。
N 會啦，幫 N 會，N 會嗬，我講聽我冇想佚佗學法咧，啊，有一早的要緊的 emergency 嘅時就是啊，我你按尿我冇是搞咩事就，你一起只抓咗都幫過啊，然後啊，我不就笑過你知道啦，我係人佚佗咧 N 花嗬，伊唔知伊頭啊是蝦米嗬，伊笑過咧，唔是我錯錯嗱你咯，伊加撈入去我聽拖位你知道。然後我唔知我清多是狼喺度燒到我卡的，所以我就驚啊你。鐵關你嘛都壓嘢啊，都掉啲飯啊，都點唔見就水。哦，哇！掉一嚟啊！哇，直接放 music 啊！即冇估啊！真冇估啊！唔少啊！卡拉 OK。哦，住卡拉 OK 啊 ？Alex。不，喂，佢一種抓，但我諗講抓要兩種嘛，一種是成日諗講伊較大機咧，一放硬金，伊成較抓，你講較肥嘅。然後另外一種是較散嘅，特別伊本是抓嘅，攏知哦。女啊，女下掉，你啊，伊嚇，伊機有咩食嘅？日本，女又未用，特別伊白食嘅，伊機是白食嘅。我未記下咪食啊！特別女壓伊知嘅都壓伊知嘅，所以話我細漢嘅時候，我是壓咧壓伊條較低，成日一寸啊，嚇！一路點拉隻啊，後路點伊杯你知道？你見啊？好係發明啊！你款做？誒特別係你家無咧驚佢病嘅嘛？我應該點咗冷。有另外一種咧，佚佗嘅時，我第一件我記冇嘛，所以我唔敢放炮，所以我就記下你 N 會嚇嚟做冇上。你真係唔是 N 會啊，你真係做係搏，你睇你啊，你記下一啲燒掉時一抓就種啊，女下你掂頭下，你一記一頭整下，你一頭響一頭整出到可以掂到跌落去頭下，你睇啊，你掂落去一掉到頭下時一搏就一個盤起來就對嘅，是唔是？開車啊？點啊，我嗰時點。點啦點，係咪成啲芹瓜白白？你都睇硬泡嘅事嘛，係白古里一日爆嘅。係咪硬？我哋攞到是硬泡了。但係伊就係危險嘅，看人伊你看你錯咗。自己做泡啊。你夾硬泡，但你有迄個鐵，你對夾鐵嘅丟hollow嘅。Then lu make sure okay, this process lu get tea tube. Ya lu have cement lu ki lu chi so it pack it cement 到啲地位。Ya lu get 一粒紅袍，lu 射入去，特別閃出來。Then lu get 一粒白骨里 hand 到去。哦，所以係一隻白骨里，一 force，一 hold it down。成個 cannon 嘅。你白骨里會射出來睇啊？伊白骨射出來，哇，攏個睇哦！伊白骨你射出來啊，成個清氣呢 ！Oh my god！Oh my god！見我攏拍死我攏，別怪啦，咪是袋無攤棒啊，就是兩個人做啊，咁變咗一條 band 條喺跑。如果咁細，有啦。所以我這度俾。你食過咖啡買羅丁，係咪個咧食啊無了嘛？糖了嘛？所以你夾你喺你買羅丁，塔咧，你夾係白啲兩頭咩食？誒，你看你買羅丁看個了。哦，明白。誒，我一種就是。係白骨里啊，食 dangerous 就。係咯。即係白骨里啊，白刀啊，刀係白骨里背啊。แล้วก็แซ่บจะได้กินนะบัดชื่อแค่ไหนอยู่รู้จักเหรอ我知จะ dangerous เย่ฮะจะ dangerous 伊會破啊伊把嗰啲會破去哦depends on where it land 咯伊會 split 咯哦但伊生出來是伊袂破啦是個伊特別伊掉個那就impact 你 use 怎麼知道啊伊哦我是想講伊成個係你人嘅 bomb 咧，人係定啊，呢是很神神。So the lucky thing is why 除好病，我成個我 when 我人去做 all these things 嘅時啊，我人 sort of 成個一個 firing range 呢。So that firing range 冇人驚啊。所以我人 and then
But it's still dangerous for the person that 點係啦，你是跟鐵頭跑，你唔是你派到入嚟成人啊，是 try 啲做白行物件。嗰一種我捌聽過是係你講跑到，你在頂島嘅時，人三八湯，人用嘅三八湯嘅是成個鱷魚哈 ，T A 鱷魚嘅 barrel 嘅，唔是腰啦，一掛，頂面掛起啊！แล้วรู้ตัวเขาขับ過來แล้ว係扮諗係李光炮哇真多聲咧伊唔是紅炮咯真係李光炮咋你有成有 flash 你看你放嗰時嘣你看一蹦就一鬼什麼湯飛起來了配一鬼天什麼湯噴起來了可能哈你夾拉去人嘅厝我唔是我即係啦即我即擺兄弟啊，伊度樣都是放到啲後尾落去放哦，然後嘣，即係就是好死後嘅麻草了，係你意思？我都講你要出嚟湯啊，要出湯啊？伊唔是要出湯射啊，十八湯啊，大你，較大你，啲出嚟湯咩？唔是一隻管呢，伊較大。伊是成個人叫鱷魚湯啊，鱷魚湯咧。你是成個啲茶湯特別大嚟咯，像鱷魚湯咧，有時你都好吸過嚟，有時你係什麼湯是只蛋味嘅。鱷魚啊，鱷魚丁較大嘅鱷魚丁嘅，伊差唔多，人叫你徛起來差唔多搞到尾十邊咧，那個管嗰啲尾十，特別一隻樣嘅只定嘅鐵。你講就是 oil drum 嚇 oil drum，鱷魚湯啊我叫，你一鐵只蛋。我講下你跑啊，是唔是？他咪名，講下咪名。你講下。你講是唔是放嘅時，伊有成個 flash？ 你講走出來。你咧？伊無啊。你講走出來。你講伊是真正大聲，所以你講咧，砰咧。然後有成個一個 flash 安尼款咧。哦，你是講你去哦啪啪咧？是唔是伊嘣一聲咧？然後伊有成你目睭你啫，伊會講。伊隻 strobe 啫呀。哈。講啦。嚇？這邊 US 啊，李光炮啊 is classify，although 伊朗有賣啊，但係 is classified as explosive 咯，對於有嚟說哦。哎呦，我驚啊！李光炮。美國係使放紅炮嘅。紅炮係使啊？美國伊朗係使放炮，伊朗放炮 during 伊朗 4th of July。有 specific，有講得一個所在會使放嚇，意思會使放。有當時成個 summer 嘅時候，我是想無夠好時，伊就 ban 咯。伊講你 condition 啊，成個講正大時啊，伊就 ban 咯。較濟人是7月4號是 Independence Day 是放炮。哦，嗰陣 Christmas 就攏放冇物件。Christmas 冇人放啦。誒特別有咯，你 New Year 是有咯。啊，即係阿嬤聖誕是有。誒，我問你會驚啊，會驚炮？啊，要到厝內面 OK， 記住。在哪？右邊啊，哈。在哪？看邊頂 live 未跑。來放。我看你 camera 哎呀，你話我看無想走啦，去我你還沒跑，當然我要看先的嘛。你看到路個喎，你有冇開過啊？camera 開入邊，我係記右邊啊，加大啲驚啊，攞人到啲 New Zealand 超誒，到啲國家 internet 誒，你係記冇，我就冇咁啱喎。第一佢一係嘛？我看未開過 camera 冇看到過。你界拉冇好啊你？哦，咁你試下個水喎。我冇攞水嚟邊呢？你阿吹啊！誒對啦，對啦，邊啲落股咯。我估啲你記啊，個幫佢先。開車啊，攞嚟做啊，你先正啊。未看到啊？未喎，哎呀，看到呢邊當然嚇。嚟，哇，好食。啊，哎呦，你這樣，你我看無誒。no。好咯，冇。你啊，係啦。有咧。叮看到。啊，你可以嗌，你跑。你胖是在這裡。你唔對，你是撲誒。嗱，別胖啫。是撲。噔哦。一生起接一粒誒，我是愛有花。我未有錢啊。
我去教時，我不然歡喜無你看。哦，伊比胖是只比胖誒。啊，伊只比胖款。我無想，我講係是成個蕉呢，誒不，伊是我係是叫做蕉。這是落來，這是做晚餐來。那好像這樣。右邊就得路呀。右邊就得去睇咩？你嗰邊是得路。Connection too bad。右邊你嗰邊是得路呀？有冇特別載得嚟未喎？我是講啲到啦，乜就乜大啲啊！我未可能做。自己先有個棒嘛，先至個棒。係啦，即係唔使講嗬。你打條架咧，隨時啊。冇，John，嗰隻你跑都不棒佢哦，嘅只隻雞煲嘅。唔到個，依雞煲有咩成女嘅哦？冇啦，伊是成女咩？伊只就呼大聲，伊雞背。阿妹有隻女嘅，阿妹有隻女嘅。我冇遇過這個物件，個有吧咯。誒，是70米大嘅。冇啦，有去卡車本有。你講直出做去要降落山落來冇？啊 ，parachute 嘅 rocket，parachute 嘅 rocket 是 rocket 有一個 stand 嘅。我諗係是冇啊。冇啦 ，sorry， 有啊。rocket 有一個 stand 啲下開。parachute 我記啊。parachute 是大機嘅。parachute 係咧，一升起嚟嗬，一 launch 一個 parachute 嘅咋，你 parachute 慢慢飛落來，你個會使去橋嘅呀。冇聲哦。冇聲。因為升起有聲啊，冇聲啊，蹦啫。一頭卡，頭卡冇聲咯。我知下面嘅我做個棒嘅，我唔知叫咩名了。棒住。一隻機嘅，一隻機嘅，你見唔見一撲？哦，咪就烚啊！阿媽就烚咗啊！係咪烚？唔是人教演嘅是棒嘅咩？你冇啦。你啲猜了。你起天嘅話咋？伊唔是阿咩長棒，咪是燒起處。啊！你一撲，你起只關只關。上邊嘅是人數啊！你話你。你過嚟講嘢啊！伊捌釣過啊！伊正手劍啊，熱啲走出來啊！有。啊！邊啲冇解啦，伊冇講只多啦，唔，伊特別伊是一粒成撲，對，有半幾粒誒，個撲咧，特別伊冇成食嘅，所以但是走水走3粒5粒咧冇嘢。哦，係你每時見到點樣樣時，伊成一步一步下去啊，伊就伊點解就10粒嘅，伊放6粒嘅下去啊，死都唔做啊，用目睭去看啊，目睭去看。你喺你叫咩？係會隻名嘛？叫咩嘢啊 ？Dragon Ball。Dragon Ball 啊！啊！有燈籠咧，多見話燈籠咩啊？我嚇。虛靈啊！虛靈啊！啊！要攞裝啊！要半燈加半爹。啊！對，這是對。如果是自己跑嘅啊！哎呦，我點跑點加起笑，頂到看 Mask Rider 啊，會記哦，迄個卡通咧有隻摩托車嘅嘛，又來啊咯，幾隻卡車個啦鬥跑咯，幾個人接咯，stupid 咯，感覺到，鬥迄自己嘅啊，咧噴人啊，咧個放 rocket 啲後尾啊，哎呦，個放煙花啲後尾，佢飛機響飛，梗係出味呢。在真的要死。那麼亞數白紅袍啲冷褲喎。喲，冇唔係，你爸爸講下。你白紅袍啊，頭掉啲冷褲。一粒啦，還是貴等等。冇啦，一餅，哈，一餅哈。係啦，點嘢砰砰嘅亂走。就走啊，喲！你爸做過人啊？完了，你個驚人，佢吞咗啊！吞咗啫。嗰隻你跑點樣？用出頭嘅都是線。線跑啊！丟咧一撲一聲誒，攞掉誒，攞嚟。一個線，你丟咧一。我哋是跑來咩？是跑來。跑嚟。做咧都是啲人白狗依家。啊！我不掉，妹，你度啲擺 not 未當 not 未？我同你講，佢哋咪叫走水地姐，妹。誒，嗰隻呢個大粒頭，你依個哦，嗰要嚟自己稱。แล้วอีเผาสิจิเลยโรแล้วเสร็จที่เลยเชิงวินาแต่係聽啊！係你要攞翻嚟。哦，頭呢句啊，我會出來嘅。
The early generation 嘅咧，就是一支槍，了一隻 tape 一隻 roll 嘅，一隻 tape 呢，然後食嘅，一啪啪啪啪啪，隻 pistol 呢個咧，你記下咧開咧 roll。你日鐵腿夾特角乜嘢病啊？對，情派啊，也鐵腿，情派啊，也鐵腿。佢咧就是 early version 嘅，then the later version 嘅咧就是成本嘅，了一嘢有 cartridge，一 plastic cartridge。哦，立一支落去，所以 cartridge 就是 round 嘅。所以你開你嘅情，你成日情嘅 magazine 嘅啦，殺落去，你落咗你係plastic 嘅情紙到啲頭整。哦，對 plastic 嘅嚇對，喂記啦，我哋見人伊係咧，佢只成人嘅冇計。但係未生出來是啲餅白白白呢。唔會，我講你有成有鐵嘅情紙嘅。哦，冇係咧是 BB gun 冇上。我哋見係咧見啦，到對面射落嚟咯，到啲白蚊嗰邊。BB gun 是我車是冇。BB gun 㗎，BB gun 是射掉碌啊！會你是 plastic 嘅情紙。但係到入頭講嘅，但係到入頭講嘅，伊情紙未 launch，特別伊緊爆到到啲伊頭整就粒嚟。到入頭係你話衣櫃，係你講係你話衣櫃。嚇！我講到好寬嘅，頭好寬嘅，就是係你 roll tape 嘅，冇。我是講你 tape 嘅咯，我是講你 tape 嘅。The second generation 咧，就是有 cartridge 嘅，要辣粒 ，and then 你係 plastic 嘅情紙到啲頭整嘅。嚇！啊，係你。你成日要 launch 啊？你成啊？係你寫 ，and then 你掟時剪一朵先係。哦，係你話唔制。我你留咩？我講你呢條 first version 嘅喎。我咪想，特別我講實價咧 ，first version 要寫住 roll of tape 咧。嗰時咧好切頭咧，都是上加米沙嚟嘅。所以伊泡安怎嘅？伊泡上加人先生加出會寫伊嘅作啊。先生加出伊嘅作啊。伊嘅作啊，when 先生加出伊寫了嘅作，伊作就是伊嘅 ，remember 伊嘅作嘅 box， 伊嘅壓。所以你開愛是有錢一隻，一擺，嘛，是唔是？所以伊泡咧就是安尼，伊嘅 size 上加作嘅壓呢。你開嘅時，伊一擺上加作安尼，特別較咧硬嘅。特別你未透無乜行嘅啫，你只點爾伊射上加面燒落嘅，哦，鳥醋，係鳥醋，對，你叫鳥醋，哦，伊是一句擺啦。人嘅 ，because 伊係 plastic 啊，伊 plastic 嘅 projectile 啊，伊所怪甜。哦，我之類那個，伊杯是有叫嘅，伊杯是，有出口。講一個字啊，我物件要講。來哆來咪。昨晚攏講緊讀書嘛，我記我小學嘅時候，我有當有一個大波啦，我就陣先至啊，我真長時間冇看到。冇看到嚇。然後我買來當嘅時候，人講伊胸口位後讀書轉掉。哦，打雷。伊嘅 chest 位。哦，胸口。後讀書轉掉 ，maybe 伊 friend 啲佚佗嘅時徛到邊啊？你一炸你線褲頭、線掛頭嘅。對，好彩唔是啦，你響特別滴出味啦，滴出味喎。嗰時我就是有一個我一個名個曉，咩月啊？月里行啊，對嚇。迄唔是講伊一支轉起去嘅咩事哦？對，特別滴出月里行無講。滴出是月里行無講字啊 ，explosion 無講字啊。特別有腦裝喎。上天雷。冇，你哪種喎？這種是大機，這種細機喎。叫上天雷。你是蹦隻大聲落去對面。你哪聲有咧？哪 double strike 有一包三機。是什麼講嘅咯？大粒頭一包三機嘅。包三機，係你都是貴嘅啦。上天雷，你大聲你解哦。maybe 是你大機啦 ，maybe 是你做的。maybe 是咯 ，because 這是老師，等老師教我人講，係在嘛。然後我媽講雞隻泡呢，
特別好，我會曉淡薄呢，因為我細細漢未使醫泡嘅。我醫泡呢，我諗出嚟人醫泡呢，發覺咩咧？我到今日吼，我嘅 niece 同我 nephew 個了無通醫泡嘅，咁我係厝吼。我啲都俾嘅，我都俾。sorry 啊，我多大山開。多數靠只人一泡嘅嘛，冇錯。對，我人無通一泡嘅。一拍就見到大漢咧，家己買伊啊。買啊，大漢咧驚啊！啊，少搞我想。我喺厝嘅因為我爸做成呢伊 stock 是伊是抓來嘛，伊抓長嘅。哦，伊就燒。伊真正驚 once 就燒呢吼，就真解了嘅。然後 even 阿妹吼，我大漢咧，我明白伊下面伊所做所買吼，伊阿所馬路吼，阿妹若是人我neighbor 啲頭髮我被困嘅，因為我驚人會車劈入來我厝。係。所以人啲頭髮我冇咩困嘅。就是我是條厝頂啊，我是條厝頂，我驚講你條厝頂嘅燒咧。我是細漢時見伊啦，你大漢嘅時，如果我飼狗啊，我係狗隻驚。我係狗我隻驚。啊，咁啊，人問我阿仔驚狗，啊唔係阿仔驚炮哦。驚狗。阿仔驚炮，阿仔咧就外面放炮咧冇驚。伊若是講對去南邊砰一聲，有可能伊下就係驚。但係伊離江啊放炮，咪個咧冇驚，砰，伊走去同人去看睇就咯。伊冇驚喎，就朋友。後邊都地下。狗就係隻狗。去保育咗，去。轉咧啊！轉雞，伊唔知啊走去倒落好。係啦，伊唔會叫啊轉啊。伊唔會直頭食啲嘢卡起身。係咯。真可憐咯。誒，我差唔多一點半鐘啊！因為我肯定今日下晡我就要去先正做老早，所以話我要卡點半鐘就要卡乜要緊。當後尾個後面嘅跑步講就要講哦。頭先我講小姐，你講好嘅話曬，正就唔正。誒，當時嘛，伊嘅跑，哎呀 ，gross。係咪擦古西？我問過。哦，誒，兩個都係吹古西。你要多數靠正隻古西嘅嘛。我佢把意思冇你講炮啊，用硬炮嘅。硬炮本古咧大啲你講本擦古西咧爆炸咧，我判價咧會。誒，我成日點解聽嘅？我見到你黐黐地見啲嘅。我係冇聽過啊！我冇聽過微娃娃講嘅微娃娃出頭整成是有古伊巴丹啊！有嘅嚇，有嘅，真係包有嘅。我冇聽，伊講過伊人是係你跑到啲邊病啊判嘅自己咯，我冇聽過。即係人做你看你啊！你話俾咩路嘅咩？我做就呢啲嘅。我人冇。走去我出去，我咪快。就直接查啲。誒，這人出到跑就是嘢，但我冇地事，是走去朋友，我去朋友做拆車，嚇，你係點樣辦？冇啦，我係病咗就可能伊即係bằng幾啲個輪流咁樣圍掉，接落沙就能bằng三秒走兩條。啊，對情學生，冇學生。一盤掉你麻地，哇！真係超犀利。有陣時好似都點跑時都入向去點伊嘛，去追個伊嘛，然後邊啊就是。嘅時候見啦，下嘞，你做你超準咯嚇！我冇人喊我自己超準嘅。OK， 唔好笑啊。OK，這個 episode 咧就是叫做李光炮擦古西，古西李光炮。OK， 恭喜人咧，剛才講咩字？恭喜人新年快樂，身體健康，高升步步高升，新家如意，加如意吉祥，萬事如意。講咩物件？老師講。新年快樂，財運冠冠，財運冠冠。係咪零餅正式春節平安？誒，春節平安啊！冇國泰平安啊！春節平安。杜朗接嘴啊！杜朗接嘴啦，咪是變杜朗接嘴就是接小姐啊，變成特飲嘴跟阿刀嘅你，過年。杜朗接嘴不啦？阿龍我哋個阿龍。老跌到咩喎？你冇，你唔要掉係咪？你困起來嚇，我嘅驚。驚到先啊！แล้วไอ้ลูกหลาน
啲兜係超之類邊啲學嘅呢邊啲學嘅做啲 message 啊叫好咧，就引起車龜啊嚇，右邊是車閘，入面嗰個關鍵字呢咯，當當然是車匙啊嘛，車閘嘅時候，當佢寫得幾勁啊？係咪公司啊？寫字公司會幫即 message 上邊啲學嘅你聽講。邊啲大山卡唔會使island 唔會使，嘅是外國、美國、英國、中國係咪國唔會使行去跟講這個怎麼教人講啊嘛？作個即個新正嘅教學話，你是你會使講咯，民族主義是步步個性啊，是真係係咪啷啊？會使講個獨人入水哦。我自己講獨人入水咯，大山卡不是大粒開車，有時你攏做 video message 啊，攏想特啲想有新正物件朋友通看嘛，有時翕起來，有時叫學右邊咧攏都是去邊啲學見嘅幫呀，邊啲學見嘅編輯位，邊啲學見編輯位，我幫隻 video 嘛 live 定住我做 live 叫人幫嘅，下邊度右邊嘅 message information 攏叫伊edit起來伊有做隻 sample 人看啊。你 edit 起來咧是，就人邊啲學見嘅家己家規世界人講新年快樂哦，然後就學大家啦，先至就學大家。OK， 去做我見咩落，我叫學右邊，讓咩使落啦，當機，你處理叫我擺先正面啊嘛。誒，聽下講佢嗬，未使有即 supermarket 未使係搞嘅啊。哈，haram 啊！有呀，是我。你啊 ，Tesco 有賣，我看到。搞 decoration。Queensway 而家走冇上正，成乜正搞行條人，所以而家走。Queensway 有呀，你冇呀，你是 rumor 嚟啦。你講政府叫別使。咁我貴 Queensway 都看到12成上嗰度。哦 ，maybe 12成少數，所以成日 loophole， 你12成少一公平嘛，你為使幫佢哋搞嘅。哦，你咪幫咁咪俾幫多了呢？咩你水咯，讓了然咯，讓搞唔使啊，讓冇搞多搞。咱係爛椒就杜爛誒。我看到人報說，伊成日一個廣告，伊有12成少，但係佢是冇杜嘅喎。我唔知正嘅啦。哦，即係早舊年唔是不掉嘅啊！你豉油紙啊，冇做八隻。對，你 post 你帶嘅。是啊，你看，誒，等陣，我會使那是買係杜，我咪係酸糊咯。誒，你對邊啲學嘅你是12是酸糊，假如冇人晒嘛。所以嚟使係酸糊，係你 draw 隻 poster 啊，等你掉到啲 supermarket 裏面嚟。OK， 我去隔你政府講啦嚇，我買係杜，我係酸糊，快晒哦。感謝。Rosma 係變杜波嘛 ？Oh my god！佢哋是去波波嚟啦，唔係 edit 嘛，上杜。你掉叻去啊！我咪 edit 啊！嚇，嚟講。準備拍嘅嘢，但係講嘢好嘛？嚟講。你人嘅厝嘛，你有泡咩垃圾嘅時候，咱看者都有效應該是寫字嘅。哦，泡咩啊？寫字嘅。寫字嘅嘛，我唔捌看佢有杜興嘅。哦，有啊，應該有啦。泡咩啦？一頭一部係杜嘅，是寫字杜出嚟，你叫人看，你去教人看，哈ram's嘛。I think still 有杜，just 係冇安尼字咯，甲字是寫字爾。哦 ，maybe。我問你寫嘅 TV 未使放下咧 Peppa Pig 咯。有㗎咧，未使。伊人唔捌看過。Peppa Beef。會出嚟叫聲嘛？叫聲個放。看到 Maxi 寫廣告，學緊話。哦，不能曬嚇，梗係不能曬無影嘅嚇。我看到。你講學嘅話特別，伊曬就無影咯。你冇看，我冇看電視。誒，John 都看到迄個 HLB。你成日我看到電視機咩？嗰個飛機啊！佢成日咁我冇看電視機嘅事，我到 Facebook 看到嘅，我到 Facebook 看到。哦，HLB 都去看啊 ，John。伊本講福建話嘅。HLB 啊？洪亮病嘅。哦。rap 嘅事哦，是 rap 嘅。嚇 rap 嘅嚇。
到時講當點學嘅人興嘅嘛，老實都被我咪，當邊興係咩啊？即係一人是興是成個哦，咱邊咧學嘅是興10幾年啊嘛，所以咱就係講咱嘅唔是講成日只是興嘅，你看 trendy 啊都冇嘢，要見興是咱特別對到興，特別興一句一下特別個接到一樣，唔是成個興句一就帥啊，興姑姑。唔要見咱大車閘跟大邊。車閘嘅講。車閘個白哦，車閘嘅是白，攏去車閘嘅是攏去右邊去吹右邊咧，就啲家公司嘅。你是教學緊話嘅，แล้ว是就啲家公司去做，所以我先去合邊看支持者，我咧是看到一翕一是介紹，好話。準睇你做啊，咪使係多人嚟俾住嘛。係咪啊？係使啊！做好咧使幫到啲邊咧學緊嚟幫嘢樣。嗰時係呢樣嘢使咯。使。都啊。有翕嘅佢過嚟翕一格格嘅面翕小影。小影 selfie 搞你格己 selfie 啊！selfie 有你 selfie。OK， 格己翕即係禮拜咧講嘅平時啊，冇可能我聊連咧，可能是不夠點時我唔記傾著先至我諗正 Kansas City 有一個燈籠社會啊，然後我諗有做老錯，大家平時我唔去。冇啊，格己講到處只線咧，冇比賽。上個是有冇人曬就得有啦，唔知有零多頭。我做譬如我是冇啦，先知有冇事，我是8月10個時我做嫦娥。哇！OK， 未了啊，真係未了啊！咁大家各位，這禮拜咧講咗大家身體健。แล้ว咱是希望咱嘅學嘅哪用哪用，แล้ว介紹個有幾個咧驚字講，讓驚字個未記起。你想話你 imagine 嗰啲想法，當機嘛，你會驚那是大漢起來是幫別人學嘅嚟聽，樣無明白嘅了就積壓啦。咱講嚟唔夾嘅了係樣表聽。感謝各位聽眾，是下禮拜再見佢。希望你大家幫跑嘅幫。我個跑棒咯嚇，我個錄掉你跑嘅聲啊，跑聲就整啦，冇人嘥過。OK， 拜拜，下禮拜再見，九點再，拜拜。下禮拜個先正話第個，下禮拜我未記講咩啦，事我唔知，整個事。拜。OK， 拜拜。你看咩好？阿 John 啊，你看咩好 ？Hello， 咦 ？Hello， 係咩？誒，阿 John 啊，你看即個阿看咩好？嚇，看咩？咩數？冇啦。誒，我是叮你句 recording 嘅時候潮咯。嚇，咩數？我攞空氣啊嘛。我聽起來是嗬，我看到主就阿龍，全話個阿龍嘅應該。我攞冷罐嘅事啦。你聽到個攞冷咧？笑死嘛 ！OK， 我講個貴 boss 另外隻 second topic 係咪貴嘅喎 ？second topic 係貴嘅。แล้ว個 next one 是 Chinese New Year topic 係咩啊？是什麼？生命上座什麼？什麼大個細，好似咩？做個禮。哦，生禮肯定是生禮，我會講生禮嚇。特別貴個事情，貴個是一個生禮 ，OK？ 呢個先就邊嚟接哪講？我講係寫貴生禮啊。貴生禮嗰啲。貴生禮嚇。呢係高生禮嘛？係咪嗰啲？我都講冇。誒，我正琴日兩個新年特別是接來一句事。拜拜。拜。阿個有人就是現場嘅聽眾咧，都唔是 YouTube 錄掉嘅人，就是頂一禮拜，比如講第一邊我那是 miss 佢咧，是這邊是 subscribe，那是你 subscribe 下，你訂下，你特訂咧是我有現場是會通知，你個訂係你整啫。OK，拜拜。